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卡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敢袂想怎样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好可怜啊！伫风景真水的传媒中，有一段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。女主角是一个自细汉就身体无好的好野人千金小姐春暖，男主角是一个对都市来的真有个性的蔡医师。手机嘛，你按算讲，永暗尾阁拍在遮困去哦？无啦，阿母问你讲上要紧的头路是啥物？啊，你敢想出来啊？阿母，我今仔想几工，拢想无呢。阿母，你甲我讲好无？好啦，我甲你讲。小金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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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金妈。啊，你是安怎咧一个公平讲好甲大细，才是啥代志啦？啊，不行嘛，小金妈，拜托你，救命你！我某生囝吼，迄个血一直流拢袂止啦，我拜托你来甲看我倒啊，无啦。若是继续留踮这个偏僻庄脚，唔知我的理想，当时怎发到实现？你稍等。蔡医师，是安怎？我被人要挂急诊。唔是伊啦，是因某生囝，
火一直流袂止呢。啊是当时说，昨暝，昨暝，啊你现在唔赶紧甲伊送去病院？无要紧啦，阮某是做田人，真粗勇嘞。迄三步吼，甲溪川县嘛讲也无要紧的啊。啊，既然袂要紧，你若你是来叫我咧，安尼三更半暝甲我叫出来，哎呀，阮大家，迄是溪川县，原拄我已经去叫你，伊讲吼，若去病院，互医生看完，嘛是护士伫咧顾啊，所以，等下，伊讲这个溪川县到底是啥物？是阮昨仔来开药房的无牌医生啦。无牌的医生，去摕药箱，我提前来送。你们拜托伊莫去无，后来就为了做医生的哦。行，你家己甲伊讲。是啥物代志？无啦。张医师，行。稍等下。拜托你甲送清咧，较有一个医生来办啊。头上，对，阿弥陀佛，对，对。然后清楚。迄从真的啊，我你啊入来。哦，你会不好势啊？嘿嘿嘿对啦，阿着人阿着神啦，嘿嘿，这种查某镜头真歹讲。来，我看嘛，来。这等下你著爱互婴仔食冷哦，无伊会哀哦。溪川县的啊，啊，落来你的代志哦，无我的代志啊吼，我要走啊吼。走啊，比敢若白虎地的。溪川县啊，有啥物好药啊，互阮阿下煮。阮阿下啉水无够，囡仔食无够，直直爱直直哭。我听到哪唔甘呢？好，你放心啦，这回老了有较济，较习惯去。我甲煮一单营养的，我甲你哦，小蛋保证哦，目睭金骨壳，金马就紧得哦。别玩了，哎。啊，秋金啊，恁这食公家头路人就是安尼，人发生代志拢无影无紧，到我即摆才来。啊，唔知安尼，西医啊，你讲真咩啦？但你是会晓还袂晓？莫烧酒醉啊，假看也笑了。你叫救护车，紧！啊，你是会晓后尾，啊，咱溪川县也无讲安怎，家己底下做技术紧张啦。有啊，囡仔抱过我饲的啦，啊，哭规波哭袂停安尼，有够杂个有影。我一直流咧。小金，来，手机伫遮，千万莫放。你去叫救护车啊！溪川县。紧的啊！你叫救护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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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，你头那个注射是注啥物药啊？我了。紧讲啊！哦，好啦，别免紧张啦。这有关啦。拄则你后壁就无大无志，你甲摸一下严重起来啦。我甲你讲，若有啥物啥问题吼，你要负责任无？
体就安怎对台手今仔才对。救护车，无得卡，手紧阁有代志啊！我建议哦，你上好是去做一遍全身的健康检查，互我详细诊断看卖。我对你的病真有兴趣。后壁你若是要食药啊，来我有详细挂号，我会摕药互你食。对我并有兴趣，反讲对我的人拢无兴趣。苦的带因嫂，好的因嫂。疼的心无你我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伤全。你无转去，透早，我母我这规身躯的花转去，我一定会互念的。跟我陪你转去，替你解释。免啊，蔡医师，多谢你。是安怎？你头咧翕？一定你是为了要救阿霞，抽真济血，身体才会变歹强。毋是啦，若毋是你救救方法正确，无定着阿霞还未到病院，伊就已经无命。自我做医生到即阵，这病算讲上界刺激，嘛上界危险的一病。即马想想颠倒煞会惊，差一撮一个人的性命，就死伫我的手头。算起来，我的运气还阁袂歹。亲像你遮尔好的医生，哪会当留下来？实在是阮庄卡人的福气。希望你会当来。蔡医师，我要来转。我送你转去，安尼比较有看。蔡医师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：恁厝内底还有啥物人？你结婚了未？即马敢有女朋友？你是咧调查我的身世？嗯。我无女朋友啊，阮厝嘛无其他人。我自细汉是伫孤儿院大，你还阁有啥物要问？蔡医师，想袂到你身世遮尔可怜，真歹势，我无勇敢问。我可怜，敢讲你都袂可怜？我，你的好朋友讲，你的婚姻根本就是买卖，安尼你毋是足可怜？歹势，我苏小姐，我毋知影讲你的婚姻袂幸福，迄是事实。我问结这个，白白拢是可怜人，可怜又搁惊人讲。我安尼好无？从今以后，咱就互相鼓励，莫搁互相闹，安尼好无？你这个人是真奇怪的。母啊，我想今摆我伫咧房间困啊，
你头毛靠算到时啊，搁咧困啥啦？无啦，个算毋知我叫伊吼去买一个7分粉，想说吼去菜市甲我买一个肉转来啦。爸母啊，我是要甲赶哦，是家己要去你个房间困的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食饱啦，你看我食哈。嗯。哎呦，这手今仔日规暝无转来困，若互水生知影，这声要来得啦。阿母，手机嘛，你来规身躯绑个全花。阿母，你莫紧张啦，这毋是我的货。好啦，紧去换一领衫啦。趁水生哦，即马伫咧灶骹咧食饭，莫叫我挂着哈。去。蔡医师，多谢你送我倒来。回来啊！你毋是去买吧？阿仙啊，买啊，甲人相杀哦。啊，无你开身躯拢会。买吧。水金啊，三公平你换换，水生我才甲讲就好啦。去。干！哦，昨暝救护车医院叫，伊搁甲你有关系啊？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昨暝无转来困呢？啊？啊！你想要干嘛？你哪会安尼啦？是是，你较冷静咧好无？你莫是为着要救人，抽真济血，而且规暝拢讲无困，伊身体一虚哦，你莫搁拍伊啊，好无？啊，你是啥物人？我这错是卫生室先来医生啊。医生？我，老弟啊，莫当遮吓死者者。医生你咪看真多啊啦，你咪生目睭我目啊，唔捌看到你这款的医生啦。照顾护士，照顾对人厝内来，你敢知影人有翁啊无？恁爸就是翁啊！像你这款的医生哦，伫咧都市一定玩不得不进啦。只调来这款庄卡所在一个小小的卫生室，啊来这个不要改变，啊我想要诱拐人良家妇女。啊！你这个猪哥粪扫嘛？哼，安怎？把你粪扫一不咯？猪哥粪扫，呸！
这个护士手巾是安怎互我一种真特别的感觉？敢若我甲伊已经熟识足久啊，敢讲是顶世人